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咱社头教会线顶礼拜的时间，真欢喜搁伫线顶甲咱来相聚。愿上帝恩都甲咱相合伫地。今日要甲咱做伙分享的信息是信心的路，信心之路，信心之路。咱做伙大声来讲手上的话，记载伫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过了一段日子，耶稣搁进加德罗，人听见伊伫厝内，就做人自责。甚至连门前拢无空位，耶稣就对因讲道：有人带一个变碎的来见耶稣，是由死的人转来，因为人多，无法度转到耶稣的面前，因就甲耶稣所听迄个厝体的厝顶。来拆，甲这个变碎的连伊所得的果仔，拢甲伊堆落去。耶稣看见伊的信心，就对变碎的讲：细囝，你的罪赦。有过来文士坐遐，心内议论安尼讲：这人为虾米？讲安尼话啊，伊讲唱传人上说道话，除了上帝以外，谁会当赦罪？耶稣心中马上知影伊心内所咧议论的，就安尼讲：你心内为虾米安尼议论啊？就对变碎的讲：你的罪赦，还是讲？起来，摕你的步仔去行，第一项较容易。总是要互恁知，人子伫地上有赦罪权柄，就对变碎的讲：我吩咐你起来，摕你的步仔倒去。迄人就念伊起来，摕伊的步仔。当着众人面行出去，直到众人拢望眼，归阳光互上帝讲：阮从来捌看见安尼事。假设咱做伙同心来感谢，全能主你请谈满满慈悲，感谢你的恩典，是要伫疫情。而且中间，感谢主保守管顾，互台湾的疫情有渐渐而且趋缓，也阮也真正期待，逐个人拢会当做好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祝你受阮祝福，家天开力，或者会。政府官员特别徛伫第一线，而且政府官员少数互因有参与地位，也少数或者医护人员有对你遐来的气力、体力、能力也帮衬，少数互阮都会当伫即个上帝的稳定恰当保守管顾内面，疫情拢得控制，也互阮。若当来紧紧来恢复一个正常的生活，也恳求主你来使到你的稳定人民，特别而且有因为疫情关系经济还是人的读册、生活侪方面，拢有真侪无利弊。所以主，我也恳求主你少数帮助阮。而且疫情中间，互阮毋是干戆戆伫遐
的过日子，乃是互阮会当伫这中间来学习上帝你要对阮所要讲的心意，也阮伫这中间得到祝福。所以是阮所阮平常去的敬拜，也讲的甲啥人拢白白得着力量，互阮拢当去了解上帝你的话，掠着上帝你应允，也带来互阮的生命得着满满稳定甲祝福。阮替主阮的恳求代祷，靠主耶稣嘅圣名恳求，阿门。现在咱伫即点要做伙来感受时光，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圣经中亚伯拉罕献祭儿子的故事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如此的顺服于神，是因为他有强大的信心，而这样的信心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无论是试探或者是试炼，凡神同意落在我们身上的，都是神知道我们所能够承受的，只是我们常认为自己做不到。神清楚我们每个人的信心有多少，所以呢，他为我们每个人量身定制了不同的学习计划，就像亚伯拉罕愿意献上自己的儿子为祭的这个试炼，这就是超乎凡人的信心。由于他具备这样层次的信心，所以呢，神只选择了亚伯拉罕，并没有把这个试炼的机会给其他的人。一生中我们会面对大大小小无数次的试炼，而在这其中，神也会给我们大大小小无数的且不同的恩典。越难的困境，越大的试炼背后，都有神更大更美好的祝福和更丰盛的恩典。神是大爱的，他总会给我们超乎我们信心的恩典，但我们又凭什么去承受这样大的恩典呢？所以我说，试炼本身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天国的应许，与这永恒的生命相比，在这个世界上再大的苦难也只是短暂的。在面对困境、疾病或苦难的时候，人们常会软弱、痛苦、跌倒、忧虑、胡思乱想。在遇到自己觉得无力去改变的人或事的时候呢，也常会埋怨、发牢骚、崩溃、发脾气、逃避、不面对。在祷告所求的事情暂未得到应许的时候呢，急躁不耐烦，甚至还会怀疑。其实呢，这一切归根到底还是信心不足，不相信神能够解决一切难题，不相信神可以把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不相信圣经中记载的神迹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即使嘴上说信，心里想信，可真实表现出来的行为呢，却是丧失信心的。耶稣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还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神察看人心，他也是允许我们有软弱小心的时候，因为他要借此让我们倚靠着他来增加以及坚固信心，让信心不断的成长强大起来。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愿我们对神的信心得以成长和壮大，用更大的信心去面对每一次的试炼，同样也以信心承载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丰盛的恩典。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像这咱今早起要甲做伙来分享上帝话。
伫马可福音第章第1章到10节这经文中间，咱要做伙来思想几项事。圣经写讲，耶稣进入迦百农，人听见伊伫厝内，所以就真侪人聚集，甚至讲连门前都无空位、无空地啊，拢杂通通。耶稣伫内面对伊讲道，但这咱来小小用画面，就是有真侪人围围过过，可能厝内嘛拢坐甲，还是徛甲杂通通。耶稣伫厝内，伫遐咧讲道，迄个人是真高位外面出去，这是后来有4个朋友啊，讲到伊的这个变死的朋友要来到耶稣面前，而且咱来思想，因为因后来无法度通入来，所以地到因为厝顶，请人厝顶，也迄个伊变死的朋友为厝顶来对了。咱再来做伙来思想几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就是，当耶稣伫厝内去讲道时，有真侪人拢伫厝内，甚至伫门外徛伫迄个所在，但是当4个朋友交着一个变死的，要来到耶稣面前，要来见耶稣时，伊讲会当入来，当然是无法度，因为咱拢知影，因为后来是为厝顶，请人厝顶，然后家己朋友为厝顶对了。为什么这人拢无爱流露？为什么拢无爱互人有一个出路？讲啊，歹势，我过一个，因拢无爱流，也是拢无人要流伊。迄即摆咱会当来想想讲，如果若是今日伫咱的教会，有咧开布道会，也是伫教会内底有迄个特会，有聚会时，对伫遐时阵无方便的人，当伊坐出来的时，咱是不是会安尼讲啊，咱歹势小让一个吼，而且为互伊会当有一个出路，会当有一条路当来行，会当有一个好位置。即群的会众，拢是要来听耶稣讲道的，总是却无人愿意流露，互伊过。即群的人是来听耶稣讲道的。那即摆咱咧想讲，啊，这人哪会这样无听心？为什么因拢无爱让这路，互这4个朋友跟着这变死的人来到耶稣面前，而望耶稣来甲医治。而即摆咱伫这所在，咱来想，啊，伫内面的耶稣，敢毋知影这变死的，互伊的4个朋友甲伊讲啦？为什么耶稣嘛无任何的反应？耶稣嘛无讲啊，歹势，外面有一个变死的吼，要入来，啊，伊的朋友讲伊，啊，你请邀一个，互伊会当入来。但即摆咱会当来小小安尼话语，好彩就安尼耶稣甲咱所小小耶稣有真大的出入。咱想，咱所入来耶稣应该是真有疼心，真有疼心。伊知影迄个变死要来，伊敢袂讲啊？大家小让一下路的，互伊会当入来。耶稣敢毋知？耶稣当然知。耶稣为什么伊拢无做任何表示？但是为什么耶稣伊拢无做任何反应？这个咱所明白
所了解的耶稣好亲像有真大出入。为什么？敢是亲像安尼一个需要人就出来时，咱就会讲啊，咱咧讲正心，咱敢无应该让一路，互伊会当有一个出路，来到耶稣的面前。啊，既然的耶稣为什么伊拢无任何表示？在即卖耶稣拢无表示。咱对即个记载，咱感觉讲真奇怪，为什么耶稣乃会安尼？这就互咱看到就是，当即四个人、即四个朋友为厝顶拆厝顶，甲伊个朋友为厝顶甲即个土对落来时，耶稣伊讲什么话？像即摆，咱常常咱咧讲听诗，咱咧讲彼此相听。但是即摆咱知影伫外面咧团体，因嘛咧讲听，亲像主席，因嘛咧讲听，亲像这个宗教团体，因嘛拢咧讲听。但是咱教会嘛咧讲听，但咱咧讲听，甲因咧讲听。有啥物无同款啊？圣经讲，耶稣看见的信心，耶稣看见这四个朋友跟迄个变罪的人时，咱感觉，耶稣敢是应该看见因的痛心吗？但是这个所在，耶稣。圣经写过耶稣伊看见的信心，为什么毋是看见因的痛心？保罗安尼讲，保罗伊而且安尼讲，伫以弗所书第3章17节，保罗安尼讲，互基督因为恁的信，踮伫恁的心内，叫恁的痛。叫你的正心有根有基，就是有根基啊！但即摆咱的正心的根基是在于咱对上帝的信靠。咱的教会是一个讲听的团体，外面嘛有侪听的团体，但有些无共款，差别伫倒落？差别是在于保罗伊讲的就是。咱咧讲正心，咱的正心是有根有基，咱的根基是在于咱对上帝信靠。当咱若无这根基时，真歹势，咱的正心就只容易陷落，这是一个外表形式，这是表面功夫啊，就是要做人看。要得到人而乐而已。迄即摆，咱拢知影，咱的听真有限。但是这个所在，咱看见就是耶稣要互咱看见的，就是耶稣伊所看，甲咱所看无同。耶稣是看见这样信心，咱的听爱有根有基。咱的听的根基是在于咱对上帝信靠。换一句话讲，咱的听心其实若是对这信心来产生，咱的听心就甲外面的团体因咧讲的听无啥款差别，甚至咱会发觉因做了依然实实。当耶稣看到因的信心的时，就对这所在看见因听的根基是在于因的信。所以咱第一项咱要做的看就是信心的路。咱咧讲信心的路，信心的路就是伫迄个无路的时，
咱要因为信靠上帝，因为相信伊，咱就看见别人所无看见的路，咱就看见别人所无看见的路。当即世的朋友交着这变水来时，门口时根本就无路，因为路连趟底下着，拢无好，在偷偷。所以这朋友，伊根本就我都通交着变水的这朋友吼，来到耶稣面前，来去耶稣嘛无讲来。留一条路，互因入吧，吼，这即摆无啦，吼，就是伊个所在，咱咧看着讲，无路通行时，即群个朋友要安怎？无路通行，无路通行时，即群个朋友要安怎？如果若今日咱的教会，咱咧聚会，还是咱咧聚会中间，咱外面，咱外面街路拢咧办活动，但是有时拢会后一寡办迄个拜拜物件，拜到规条路拢拜到满满满。但是兄弟姊妹，如果若外面咧办活动，地到水泄不通，地到杂土土拢无法度。无路的时，但是话咱会安怎来反应？咱敢会讲哇，安尼无咱今仔日翻译礼拜好啊，我们回家吧，吼车拢无地靠吼，车拢无地拄，无地插吼，即无里边，即个教会即无里边，无咱卖去啊，咱拢卖去啊。即摆，伫这所在，咱伫遮咧看，这所在即四个朋友，交着伊个变水的朋友，因来到门口时，是无路的啊，无路通互伊入啊。耶稣嘛无讲话，嘛无讲留路互伊啊，吼。当然，咱咧讲啊，无路是安怎？即四个朋友要安怎？咱当然看圣经知影，因后来就是去厝顶共请人厝顶，家己的朋友为厝顶家己堆落去吼。但是咧，即摆，世事一般正常来讲，这根本就是咱袂行一条路，敢是？咱敢袂讲啊？要即摆礼拜时啊，为了厝顶，先来厝顶拆掉吼，为了厝顶落来吼，厝顶落来。即摆这根本就是一条正常的路，根本就无路。但你感觉，咱感觉咧厝顶是路吗？迄根本就毋是路。但当即四个朋友，因来到门口。看，根本甲讲啊，拜托，让遮路的，互阮会当跟阮朋友入去的时，根本都无人愿意了，吼。连耶稣内底，耶稣嘛无做什么反应。但是话，如果若是你是四个朋友，你安怎做？但咱看见就是这四个朋友。交着这变水的，伊叫人会当伫个无路的前程走好下面，看见迄个毋是路的路，看见迄个毋是路的路，就是地上走不通，走天上。变天上就是为了厝顶，才甲伊的朋友为厝顶来对了，圣经讲耶稣看见伊的信心，但是话什么是信？什么是信？什么是信？信心毋是人开一条路互你行，信心毋是
有需要的时，上帝就互你路通行。信心嘛是，你需要时，别人就让路互你行。迄即个咱可以，即世的朋友较真变水的，伊说耶稣为什么带我看见伊的信心？信心就是伫无路通行时，我因为相信我上帝，我就看到别人看得到路。圣经安尼写讲，看我要做件新的事，上帝讲要做件新的事，如今要发现，你一点毋知吗？我是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的上帝。这是记载伫以赛亚43章第19节。这是什么意思？这并是讲，你要行路，上帝就只欢喜讲，我要开一条路去行，毋是。假设请问咱，旷野有路无？旷野无路。沙漠有江河无？沙漠嘛无江河。但是，什么款的人会当行过去，就是靠着信心，我靠上帝个，咱就当行过去。行过去就是行一条人袂行的路。你到等咱行过去了，咱发觉，咱回头讲，发觉啊，原来迄就是一条路，迄就是一条路。啥物嘢叫信心？信心毋是上帝甲迄条路开好好，互咱行。咱是着基督徒，咱会相信。咱会讲我相信上帝，所以上帝就有我开路。但是话，上帝袂安尼为咱开路，上帝会安怎甲咱开路？上帝会互咱伫无路通行时，免看讲无路通行时，你敢行无？无路通行时，你敢搁敢行？继续向前行，我靠上帝继续向前行吼。但是这叫做信心的路。信心的路，毋是我有信心，所以上帝就为我开路。信心的路是我行袂落去，但是是我认为我靠上帝继续行落去。直到等我行过去了，等我回头看，迄叫人一条路，迄就安咱看见是。这些朋友带着背水，伊是为错定而来，伊发觉原来迄也是一条路，迄也是一条，甲咱错定写条，甲伊的朋友为错定对了。迄也是一条路，因此第一项书，互咱做来思想是，啥物叫做信心的路？信心的路就是伫无路通互你行时，当人拢爱让路互你行时，耶稣嘛无讲好来互伊一条路通行时，但是话，咱看见即世的朋友。甲伊的变水，伊伫无路通行时，咱会当想象吼，咱会当想象，因5个人，5个男人，大概几公斤哈，因为迄个处境，咱了解即个伫迄个巴勒斯坦，伫迄耶稣伊迄个所在，伫迄个加比罗。这是真大事所在，所以迄种因的建筑就是拢用较轻省的方式来厝顶是会当起来，所以迄种咱讲5个查某人伫厝顶，而且在徛吼，伫这所在因。找着一条出路，但伊的朋友为厝顶把伊推落去，
伫上帝好才是拢无开路时，那个耶稣嘛无反应。但个即个咱即个所在，互咱想到着，伫圣经内面有一个记载，就是有一摆。耶稣伊有一个甲人的负责人为迄个所在出来，就看见耶稣的时，就讲主啊，特别好的可怜我，为什么伊个查囝互贵妇心吼，非常艰苦，所以就要求主来医治伊个查某囝。耶稣拢无讲伊无话，耶稣拢继续了真正，学生。就安尼，进前来就甲耶稣讲，这负责人伫咱后壁一直伫遐咧叫遐喊吼，请你过去打发他走啦，莫伫遐喊吼，因为伊是外邦的女子吼，外邦女子。耶稣安尼讲，耶稣甲这负责人讲啊，我奉这。不过是来到一世界才迷失的羊遐，这负责人就安尼讲主啊，帮助我。耶稣回来讲，刚好迄个摕这个儿女的饼摕儿女的饼来等落到遮等落到遮迄种个有些中间，在咱听见耶稣竟然讲笑话吼，对一个外邦女子竟然是讲笑话，甲外邦人当做是教吼，咱会当甲这家己知识的这饼等落到遮吼，而且如果也是这家人的女子是你知你安怎吼？我也做想起你我到西兰就真正是变成个讲一寡互人听起无所排话这是伫这所在，有可能伊嘛摸着鼻子讲，那安尼算了吧算了。迄种耶稣讲话好像就是一个长伊的路话，但是讲我无可能来到西兰无可能来到西兰。这些出来，咱这所在，咱可以借负责人，实是真厉害。甲这个变学死的朋友同款，相信真厉害因为这负责人安怎讲？主啊，无叫到我来将伊主人倒叫咱就来听伊伊讲，哇，可能是真教但是我嘛是主人。为倒点咱就来听伊话所以这耶稣就爱甲这负责人讲，负责人，你的心是大，你的心是大，我要照着你所要爱，甲你成全所以耶稣安尼讲了，这负责人伊的查囝就得到医好你即摆咱伫咱发觉，这负责人的信心，甲死的被死的朋友，伊共款，就是伫无路通行时，我要因为信看见路，因为信心的缘故，伫无路通行时，我有信靠上帝，我就要看见上帝为我开路，就要看见出路要看见伊后来就得到主。来成就，互伊的查囝得到医好。这四个交着变水的这个四个朋友，当伊来到门口无路通行时，耶稣为虾米来讲？那无安尼讲来，甲伊让一条路互伊去吧。耶稣为虾米无安尼做？但是话，耶稣为虾米无安尼做？耶稣。在迄个所在，互咱看见就是伊心内嘛，迄个所在，结果讲有信心的人来有信心的人来，上帝要甲迄个有信心的人开伊信心目睭，互伊看到迄个毋是路的路，
这啊难怪当耶稣福音，这四个朋友甲迄变水的伊的朋友，互伊厝顶热热土堆落来时，也圣经写讲，耶稣看见的信心第二项，咱做伙来甲咱，而且咱看见就是上帝咧开道啦，三条路开路，但是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但是主耶稣讲来，有信心的人来，你们来把我们开道路。第二，咱做来分享就是信心的路，就是为了爱你的囝。会当有勇气，愿意承担后果，愿意承担后果。咱看见这四个朋友，着这个变水的，因来到门口无路通行时，因就去人厝顶然后咱看到就是，恁厝顶并是一条路，并不是一条，但是伊行是一条。不是路的路咱很多有咧讲这5个查某人加起来才几公斤伫迄个厝顶，伫遐四个人的厝顶，安尼内面都有人呢，耶稣嘛伫内底咧，内面可能坐啊10头都是，还是徛10头都是，这。4个人甲伊朋友要对来时，因是才回想，有可能因身体个有惊因要对的是因可能较无遐尔回想但是嘛是回想，把鬼厝顶绑起的时，鬼厝顶栽落下底人就缀一个避风。即话，搁有即个就是，即个变水的朋友，即个变水的朋友，伊无法度甲伊朋友共款，身躯是遐有行迄个能力伊无法度得享，然后厝顶栽落来时毋知转，本来还有一口气在，好像断了气。即话，即个说来咱看面就是，这是一项真可怕的事，真危险的事。伫下底伫内面的人，有厝内人，看到这个事的时，你是毋是使反应？伊敢会伫迄个所在拍拍手，哇，加油加油，你们好棒！但即来有可能伊是积极，就讲你想这么开心嘞？你安尼，但你的朋友对了，无。若把对这朋友杀死点把对这朋友栽落来，你会厝顶，伫遐咧放人厝顶时，当物件咱来开着人时，后边安怎？你做无正心的咧？你们在搞什么？那就按这所在看见，这4个朋友因在行一条信心的路，因必须要当心调节。这是一条艰难的路，而且是一条需要勇气来承担的路。迄种是教会内底，咱常常会因为听一个来互相帮衬，但是咱更加需要的是需要勇气啦。为虾米？因为伫这时阵，咱咧付出疼心的时，有人会伫遐讲闲话。说风凉话，遇到当咱咧付出这心的行动时，咱会受伤咱会刚才就这4个共款会互指责，咱需要有勇气，咱需要有承担后果的一个勇气今日咱伫教会，咱要承担后果。但是话，咱有愿意安尼来做，咱有愿意，因为信息的个，因为听的个，
咱愿意负责任承担着好啊无？我相信真侪时阵，当咱想着咱爱承担着好，当咱想着有真侪人会甲咱讲一寡风凉话，讲一寡五四三，会甲咱伤害，会甲咱插。你即摆可能真侪时阵，咱会讲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所以咱伫教会内底，咱咧讲疼心的时，咱咧角色怎样？保罗讲，恁会疼，互恁先生恁会疼，是在于迄个信心。咱互咱的信心是有根基，是在于咱对上帝信靠，所以疼，并是妇人之仁。迄个疼，迄个疼，嘛是皮肤之勇。所以，咱咧想做怎样？当咱要付出诚实东时，咱毋免惊空，咱较温水吼，安尼疼无容易。非常不容易，但是要安怎会当行出来看？因为咱对上帝有信靠，啊无咱做不到，我们做不到。所以看起来，所以咱而且说来，咱看到即世的朋友跟着伊的变世的朋友，毋该是爱当心贴贴。毋该是爱因为疼带来勇气，伫这所在，因爱个承担一切后果。若疼心的根基是定根伫对上帝信靠，我们是办不到的。所以耶稣看见的时，耶稣毋是讲哇，耶稣看见的是。耶稣是看见伊的信心，看见伊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看见伊的信心，伊个所在是定根伫对上帝信靠。即样这所在，互咱通过即个有第二方面的学习甲思考。第三，咱要做伙来思想的，就是信心的路。是上帝抗野的，是上帝咧确定咱的境界，互咱领受归上感恩的有典，互咱要诚做邀请的人去哩。咱看见即世的朋友，因讲着即个变碎吼，为厝顶甲伊堆落去。而且对落去的时，佮感觉好吼，对落去是拄伫耶稣的面前。而且话，咱圣经写讲，耶稣看对因的信心，当然迄个信心嘛包括即个变碎的人信心，所以因为伊是较危险，因为伊天堂无边。伊爱死伊的朋友，伊爱对上帝嘛信靠，爱就对落去嘛。而这所在耶稣伊看见伊的信息时，就讲：细囝，你的罪赦。但是迄中间有过来的文书坐伫遐，伊就伫遐议论纷纷，讲耶稣伊讲，唱管染上这个话。除了上帝话，谁会当写做？耶稣知影伊心内咧想啥，就伫遐咧讲，对即个变碎的，讲你的罪赦，还是讲你起来摕着你个坡仔起来行，对一项较容易。这意思，啥物叫做对一项较容易，就是对一项搁较紧会当达到效果。对一项搁较直接，而且来讲的是叫你起来行，马上你就一定较直接。像耶稣来个讲一句讲，细囝，你的罪你就赦。
耶稣后来讲，我要互你知影，人子伫世间有啥侪关键。即摆对着这个变事的，耶稣就讲，我吩咐你摕你的袍仔摕。你即摆伫这所在，咱来思想一下，就是伫咱的生活中间，伫现实生活中间，咱常常伫咧说求上帝，求上帝帮助咱，求上帝来解决咱问题。但上帝常常会通过在咱所拄着的境遇来操练咱的信心，以免成就咱所对困难的这事。因为上帝甲底的就是上帝要照着这事，互咱会当更加明白伊啊。迄是信心带来一个更大的效果。毋是解决咱问题，咱是要透过这事，互咱更加明白，咱上帝伊是一个什么款上帝，解决咱的问题，真紧，嘛真容易。但上帝伊要互咱是更较宝贵的，就是要爱互咱会当更加明白，咱上帝是一个什么款上帝。即个有啥物？因为如果耶稣伊若马上解决这变事的人伊的问题时，伊袂去思想，人嘛毋知影耶稣伊竟然有遐侪关键。你即个伫这所在，我感觉这变事的耶稣通过伊。在教时，在教着伊，在教着当时伫遐在听的这人，嘛咧教示咱每一个世世代代人，就是上帝伊是安怎讲，有遐侪关键，主耶稣有啥物讲有遐侪关键，伊过来，伊就是圣经讲上帝请世人，实际上伊就是圣经，主耶稣小事世间。叫既然世界人袂对了，拢要伫里活，伊正世间呢，咱主耶稣，因为在听咱的讲，咱上帝听咱的讲，伊要互咱知影，伊愿意为着咱来死伫世界顶，愿意为着咱来过活。我常常伫迄个学校班的时，嘛有几啊摆，伫礼拜中间甲乡亲们咧分享，讲咱祈祷有啥物？最后咱讲靠主耶稣尔，因为如果咱若是靠主耶稣尔，咱是无法度通向上帝祈祷，因为人是犯罪，亏欠上帝荣耀。但为啥物？咱在祈祷中，咱会当就安尼来祈祷。最后佫靠主耶稣尔，因为以前伊旧个时代，甚至耶稣迄个时代，真侪人要来到上帝面前，是伊是无法度通来到上帝面前来向上帝祈祷，因必须要通过祭司，祭司伫圣殿内底，圣殿嘛是随随便便咱出来，搁就是圣殿。这是一个头头通过来到伫祭献所献祭仰望上帝，但是这是听讲，因即个祭献所是因先父甲我炸一个灵丹，而且炸灵丹就是因伫内因在学习，在祈祷，在替这百姓献祭向上帝祈祷时，因爱炸灵丹有些因有可能会被上帝击杀，伫迄个祭献所内底。所以听到内面佫有动静叮当叮当叮当好啊！但是当耶稣圣经讲，主耶稣伊从顶伫世界顶，当开迄个时阵，当主耶稣讲病拢食了，已经成就了这救赎功劳的是。讲第一大叮当，
记这个圣灵保佑，为着伊着啪离开，人甲上帝更好啦。透过主耶稣，人甲上帝更好。透过主耶稣的听，上帝赦免人的罪。人我都能透过主耶稣的名来学上帝基督。你即这是一个真大问题，就是主耶稣讲，要你知影清楚哩，这顶手赦罪关键，伊这是主耶稣为咱成就的。你即你这所在咱看见，通过这个记载。这故事记载以后，好像是主耶稣伊要互咱知影，大小凡知伊有迄赦罪观念，嘛大小凡知伊有要为着世界人所要成就的对象。这是一个听，上帝听，因为听呢个伊愿意为着咱做这样的事。那即摆这所在，咱直接去看。咱直接咧，想就是，咱看见这个变水的，伊伫遐不但身躯得到医治，伊更加一摆，上帝是一个赦罪上帝，上帝是一个听他满满上帝。但咱看见主耶稣互人拍咱的时，迄种这是主耶稣犯罪，互人拍，就为着咱会做，互人拍。迄种伫这所在，互咱来想的就是，咱伫这所在，咱有通过这个更加迄一番，咱上帝是这样疼咱，但咱咧祈祷，咧恳求上帝时，咱有对上帝更加更亲密一番无。通过主耶稣伊伫这所在，伊所显露出来，彰显出来上帝的形象。伫这所在，看见咱的上帝是一个这样疼人的上帝。咱的问题，伊敢无为着咱来感到三工，感祝福，感谢所在，伫所在，迄即摆咱伫这所在，咱看见咱上帝伊是要互咱就是啥？互咱对有信心，毋通无信，总是爱信吼，袂得毋信，总是爱信。迄即摆伫这所在，咱头前就是，伫遮咱看见即个变水伊所得到，也是伫这所在要咱看见就是，咱的上帝伊是一个请咱到底上帝，是一个赦罪上帝。是愿意为着咱成就的上帝，也要互咱毋是家只有得到祝福而已，乃是互咱会当真做人祝福，也互咱所得到，别人也当。迄时啊，伫这时候咧，咱来想想，这个变水得到医治，这项事伫圣经内面有可以说有3本。然后记载着这个故事，咱会想讲，哇，这个人哪遮有福气吼！伊的故事简直是世世代代传遍到全世界，逐个人都看见耶稣透过这个，要互咱看见。三位叫做是一条信心的路，三位是一条会当互别人得到祝福的路，三位是一条会当。互咱看到，咱上帝是请咱到底是赦罪上帝一条路，互咱看见咱所着是一个温上加温、热上加热、福上加福的一条路。上帝手所伫咱，互咱一生都行出一条信心的路，通过安尼，上帝也与咱一直荣耀，互咱与咱一直祝福，咱感谢基督。谢谢主啊，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通过两日的信息，互阮来学习，社会一条信心的道路。主啊，阮常常人所看见，甲上帝你所看见是真无共款。所以上帝，你讲讲，你的道路也对阮道路，你的旨意，
关顾阮旨意。主啊，你帮咱小所有阮，因为阮清楚知影，你要互阮的，要互阮是更好好，你要互阮，你就会祝福是更好先。所以小所帮咱每一个信靠你的人，互阮若人，我个上帝，可以听是牵着你对你的信靠，互阮通过阮的生命，通过阮生命故事，互最多人伊看见阮。就看见上帝的应用，迄是一个荣耀的记号。我更多人，包括我，更加明白，我的上帝是一个这样丰盛、这样疼我、这样慈悲满满上帝。看见上帝问题是这样丰盛，我通过我所见证，将这样就好。我能感恩渴求。有时候，佢也需要现场会会下面，佢现在有时即点来做一寡报告一寡代表时候，伊有一寡报告伊就好咧。而且现在继续来为着即个武汉肺炎的即个疫情吼，感谢主，以及咱有看见即个。这个疫情的人数拢有愈来愈少咱真是感谢上帝的对。但是咱个继续来配合直接说来咱自然其他，这个正常生活、正常聚会正常的工作、正常的读册这每一方面，咱都需要大家伫咧出来继续持续来守望来做吼。感谢上帝恩典，过来就是感谢主吼伫咧所在伫遐来帮助互咱台湾的疫情会当伫遐来趋缓吼咱睇下继续为着遮个防疫的遮个政府官员吼遮个团队，佮有在帮助以后遮个医务人员你来做治疗。来咧帮做治疗遮团队吼，咱拢有做刚才伊互因教育费啦，嘛有必须伫遐来教育机会，会当紧紧来研发出即个疫苗，会当伫咧做帮助咱的同胞，也是去帮助世界真侪的遮个百姓吼，所以咱伫遐来度过即个难关吼，咱确实伫倒中非常地来受助吼，嘛帮助咱，互咱伫即个疫情中间。有美好学习，嘛甲上帝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吼。再来就是，咱为了社教的领导吼，已经伫这中间，咱有1、2个月，咱拢是用这线上礼拜吼。我知影有一寡教会刚才因都变做无法度人来聚会吼这是咱常常伫内底中间来互相写的对上帝帮助小组，互咱都会当有一个灵修时间来亲近上帝建立对上帝咱有力量吼。但这咱嘛当打电话互相关心，还是较有做手机如果你若是嘛当互出知影咱有平安无其实咱还是讲有啥物事需要来这关心在倒咱拢有当老师讲甲咱大家讲，还是讲大家互相伫咧所在来互相关怀特别有说一项题材，咱的标志当中，大家拢爱感谢互咱拢会当来做，亲像迄个被需的谢别感款会当承担承担，变成人修社会再来就是，第四项就是咱为着把身体健康嘛，谢谢专注，还讲遮严重的遮脚背的祈祷为着丁思哲牧师叶玉华牧师这种脚背来祈祷非常的感恩修社非常的修社伫这个为明天互伊个音乐的这个技能，让咱这个改善，伊
列出来顶条路上咱有做高速关口，咱平安处处，嘛好门口，好休息吼。那个为着小朋友彼得伊疫情关系，伊嘛还佫有骹之前有滑倒受伤，列出来必须要大家互即个骹即个都会流肉头套，会当甲做主的工也有越产彼得，咱彼得着常常记念即个家即个家庭是一个真疼的家庭充满疼的家庭。咱为主办人通过小人物顶，互蒋弟兄互即个家庭谢谢，咱伫上帝平安赐内底，嘛咱全家拢信主啦节目前面真无简单，为主办人家互伊即个感谢主，互伊找着迄个做个处咱介绍迄几个感谢。佮第二个有遇着天花兄，甲其实正遇到这是第五个兄弟，咱为主办人互因有大信心特别伫这疫情中间咱拢为主办人有做做人。对伊付出迄个关心，提出来，这家庭人真诶上袂错。也为着这个中国兄弟的咱这个为着中国兄弟的，因为伊有迄个困眠期困眠期的情形。因为我当阵是耶稣来咱为主办人我当迄个困眠时，迄是一件足艰苦的事咱为主办人。如果遐食了去，困了落去，笑笑大笑特别你嘛真辛苦咱特别为主办人来纪念这个查某囡仔伊咧照顾中国兄都非常的，互咱感觉真感心为主办人中国兄伊会当好休困正常作息特别爱请这去注意。这是彼得，个就是这个分荣兄，分荣兄是秀阿姐的先生我迄个知影讲，因为跳过来车落去调去变过来去嘛有即个外伤，咱就为着分荣兄彼得伊伫迄个住院中间，佫有家一个迄个即分疗来处理掉，感谢主，嘛为主办人互伊伤口都好收束，这点仔对咱会当有真好的好缘，为主办人收束，特别互迄个小阿姐伊伫即个家庭中间，伊受影响了袂伊的查囝把这福音传落以后，有时讲伊实在是一个做信心的上帝查某囝伊就是讲，伊若要死伊会把这全部这苦楚拢处理掉咱感觉实在是为主爱特别记念这个家庭，互伊通过伊的这个信心上帝互伊这个家庭大细细要一个要一直改变来付他主，也是上帝有底。特别请咱这特别也有着迄个。书写者伊个因为伊讲伊开电视时这处理手有负责这头真伊讲非常的无爽快咱为主办人互伊这个总账会当消去互伊手会当来恢复，咱为主办人过来就是。咱也特别为着有一个我有数节这是一个马德国叫做A基馆伊嘛是伊就咱为主办人因为伊嘛是有效的变咧有等也出来锻炼出来注意咱为主办人继续扶持广告，这教会如果这身体上面各有诶无记伫这内底，咱知影，咱是记得着咱讲。有主来里面是阮所伫互伊拢有迄个喜乐心，伊喜乐就是
约互伊会当我伫上帝稳定平安的内底咱拢彼此帮助。好，再来就是一寡消息报告这消息咱要报出者就是咱的这个疫情，感谢主，因为有减到个位数最简单的真正期待讲，咱大家在同胞拢爱去较注意继续伫这个防疫这顶继续来保护家己，保护别人这第3期的警戒是延到7月20日啦。我相信防疫中心这个陈时中部长伊有咧想就是莫遐紧解封互咱都当注射做得对大家拢有迄个防护力的时候伫咧所在，互这些外当安尼紧紧来开始进行莫因为安尼讲佫有破口一个人佫继续破咱拢肯记得讲，弟兄们刚才我说明仔到我是要注射请大家替我记得都有上帝手中咱求主多去讲到，每一个注射的在用包好因咧注射是让无迄个副作用求主多去讲到再来就是咱教会个人定伫7月12号有要拜三周年的这个教会礼拜因为疫情关系，咱然后那个来机会，大家会当实体礼拜时，咱来机会来决定看讲要伫当时来过现这个教会礼拜，就这14号。再来就是咱这个财务人员的报告就是因为疫情关系，有一寡遐这无习惯讲用话波还是讲用拍着的参考的长老咱会当准备准备一个心甲这段时间，这两段一段时间咱会方面较伫咧内底保存起来有一个敬畏心咱会当实体礼拜时，咱要起来。教如美长老是咱会当打电话如美长老甲伊讲请伊讲伊都会当伫所在记载起来咧请这都会当把安尼一个机会咱都知影有一段时间真侪教会无做实体的聚会所以咱嘛无做咱求主帮助，咱会当相信各种方法会当直接来做表达地球会表达你感谢教会才有一个救合，就是咱基督教的救合咱会当嘛有兄弟包括牧师我要互我着去遐转账咱有兄弟嘛是为这个因为即马疫情无解封所以咱有个就是去甲伊围挂过伫咧所在而且来帮助教会事工那就像说捐得乐意是神所喜悦求主帮助，互咱每一个上帝家庭路，咱拢有一个感恩的心，也咱拢有一个愿意奉献的心，因为咱愿意奉献是上帝所欢喜第四项就是咱本来7月3日咱区会有咧这个生日礼拜，因为疫情关系咱就报过来就是咱今年的这个生日礼拜是安尼讲评，咱求主帮助，互咱拢会当这个就是每年会当办了做会当比较相对这个营养后标准人这单从这所最先保卫好在小条再来一叫一个就是美国就讲在马基主的教会和因的模范的榜样而且像讲因安尼一摆讲求
就这保罗伫迄说啦，保罗安讲恶嘛，因会当伫迄供应圣道的温情的顶有份啊。伊恶嘛讲，可能这圣道伊还有教会这个有欠缺时，伊伫迄个所在讲，恶嘛，互阮也当参与伫这种呢，互阮有份互阮会当互相相去支配，就像咱你讲头打一面咱这个台湾咱个国家，咱大家百姓，咱大家是同时咱教会开出来，咱大家嘛是同时必须得咱心色伫遐，互咱怎讲伫即个温情顶面有份所以得较记念咱较记念咱。咱即摆的奉献遮，互咱而且来看如果若有唔对请咱罗美长老讲来做见证来做见证。这有时特别奉献，就是伊130周年时咱814伊就是来讲咱教会会整一个迄个伊个跑马灯因秀很多天安伫迄外面就写着咱是我献给上帝话写着然后为遐经过人看到因会当写出来，对上帝遐为遐迄个祝福，你着开咱你着同在搁就是嘛是会小事讲咱教会社头教会130周年耶稣听伊即个其实是讲咱小事来纪念咱遮个奉献咱所奉献上帝更较会纪念心事伫咱以上报告个人资料就是牧师会而且来做一个做到了咱会伫迄个所在来听首诗歌，就是软弱的我变刚强能将我变做功德那即摆咱伫这所在，咱拢对上帝放在手所伫咱，有可能咱就亲像迄个变色共款，有可能咱就亲像迄变色死灵共款，无咱行，无咱愿意让咱互咱行。好在看见耶稣嘛无让，嘛无讲互伊拢行，所以听即摆有上帝拢放在手所伫咱，互咱的请起着定规矩，对上帝信靠，互咱的软弱，让咱对上帝小事还起来，让咱变成这个高。这首歌是牧师头前10几年前我迄个点来，以前甲传发讲第4期末期小小咧请休息歌，嘛小小咧头讲对上帝还有信心。软弱我，因为起着伫对上帝信靠，上帝要互我开我信心目睭，互我行一条信心的道路。我这软弱我变成这功德，我这软弱我会信仰过去，会当真做就一人做好，真做能到上帝的地步。咱做甘心，咱也是上帝做好。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地上帝天下，甲圣贤相通，有咱每一个上帝家之路，三个同在，互咱拢有一个信心，会讲行一条信心的道路，这顶面，互咱拢听做有事的记句，来第7点到有世代落去，阿门。软弱的我变刚强，
为我行了神迹。哦撒那，哦撒那，钉死十架的羔羊。哦撒那，哦撒那，耶稣他已复活了。我要渡过的那江，再次洗净我的罪。现在主的大慈爱，向着我永流着。哦撒那，哦撒那，钉死十架的羔羊。哦撒那，哦撒那，耶稣他已复活在极深的江河中，祝福使我站起来，高唱的救的乐歌。耶稣赐给我自由，在极深